獎項。K3H 下午班獲得整潔獎有梁海希、陳睿、陳怡臻、吳千欣、黃樂希。請各位嘉賓到台前頒獎。請畢業生望向鏡頭拍照。請各位嘉賓留步。創意美感獎有何宏希、黃盈天、張其初、黃慧琪、蔡木希。請各位畢業生望向鏡頭拍照。請各位嘉賓留步。品德獎有譚宇軒、楊麗晨、馮哲、董樂怡、黃卓怡。請畢業生望向鏡頭拍照。請各位嘉賓仍然留步。服務獎有麥子豪、蘇月兒、呂樂生、黃柏喬、唐律文。請各位畢業生望向鏡頭拍照。請各位嘉賓仍然留步。積極學習獎有關焯圖、麥敬和、單雅文、黃令喬、黃子喬、鄺靜賢。請畢業生面向鏡頭拍照。感謝各位嘉賓，並請各位嘉賓就座。K3H 下午班一共有26位畢業生，現在恭請主禮嘉賓金星龍先生為我哋頒授畢業證書，有請金先生。並請黃校長陪同。畢業生代表有黃子喬、鄺靜賢上前領取畢業證書。Thank you, Mr. Kim. Please take your seat. 唔該金先生，唔該黃校長，請就座。We would like to take a picture for the graduates, honorable guests, and teachers. 請各位嘉賓與畢業生拍照留念。恭喜各位畢業生！
住有請 K3K 下午班嘅畢業生上前領取獎項。K3K 下午班獲得直結獎有何紀林、李卓之、李希月、李奕晨、彭子浩。請各位嘉賓上前頒獎。請畢業生望向鏡頭。